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了新竹的新埔镇，因为我知道在这个霜降的时节会有好吃的柿饼。老板你好，这边啊满满的都是柿子树吗？对，全部都是。所以柿饼啊，是不是就是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这样子？其实基本上我们做柿饼，我们是用这种看起来有黄色，对不对？这种的熟度大概是7、8分熟。不会用红色来做。对，红色会做啦，但是因为你摸起来很软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有一个步骤就是削皮。对，那这太软的话，它皮就不好削。老板，我可以试看看吗？好啊。有点难度哦。对。所以我是要先转一圈嘛。对。好的，有一点点断了。其实这真的有一点点难削，我放弃了。所以老板，我们这个削完放好了之后呢，就是直接拿到外面去晒。哦，没有，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过程，还会经过一个炭烤的步骤。光是削个皮，我就已经觉得很难了，而且不是削好就端出去晒，而是要经过炭烤。而炭烤的秘密就是多个龙眼木的味道。看着这壮观的晒柿饼场面，好吃的柿饼是值得期待的哦。哇，整片的柿子海，好壮观哦！它烤完之后就是上来做日光浴了。很多人会很好奇，为什么还要帮它按摩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按摩的用意就是让它里面的水分排出来。我们就会用拇指用力给它压下去，有一个印子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我们制造过程就是皮削好之后先进去烤第一次，然后上来晒，晒完然后晚上我们就是再收回去再烤。补冬不如补霜降，很高兴呢，二姐已经帮我准备了我期待已久的柿子炖鸡汤。这个上面这个柿霜哈，是它天然的那个葡萄糖。这其他的食材是顺便煮，顺便补。这样光看下来就觉得很养生哎。大姐，那我先喝看看啊哈。哇，这道柿子炖鸡汤呢，真的非常好喝，而且一口接着一口。各位有机会啊，一定要到这里亲自喝这一道创意料理。